主席朱建忠主席，各位朱古國堂嘅鄉親父老，駐紐約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張麗儀公使，幾位長官，全美中華公所聯誼會伍文鵬總顧問，各位我哋紐約僑聯嘅各位主席、總理、主席、會長、常委，各大僑聯嘅領袖，大家好。今日係朱古堂嘅春節聯歡兼敬老嘅好日子，我多謝佢哋邀請我。今年咧特別要恭喜朱古堂成為我哋常務議員之一。我希望佢哋秉持一貫嘅作風，雖然以前唔係常務議員，而家係常務議員，更加要支持中華公所，出錢出力㗎。最緊要講錢，啱唔啱？喺呢度恭祝朱古堂會務昌隆，各大僑聯嘅會務亦都係蒸蒸日上，各位家庭幸福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多謝。多謝伍耀賢主席。而家有請波士頓支配國堂朱敬威主席致辭。